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九王通敌叛国，蓄谋弑君，理应处斩。但念其已有悔意，且主动自首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先祖有爱护手足之遗训，故免其死罪，削其爵位，废为庶民，流放岭南。扬言因其年少，受人蒙蔽，念其初犯，不予重罚，充军北漠，5年后重返圣都，钦此。你这不孝子，还不叩首谢恩！要不是皇上仁慈，你等哪能逃得过一死？谢皇上不杀之恩。我一直在等你，我知道你是不会不出现的。我来是要把这个还给你。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不收回，人说出的话都可以收回，一个物件为何不可？